咁啊，我哋嘅一個超大戶型啦，同步呢一個配備一個大嘅騎樓，啱啱望到嘅，亦都真正係濕地公園嘅位置啊！咁啊，其實濕地公園咧，亦都係好簡單講咧，就有啲客人咧就覺得會唔會話好多蚊啊？但係咧，呢一個春暖花開、萬物復甦一面咧，我覺得咧唔係到處都會有啊！嗱，今期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個真正叫做二手樓仲平過一手樓，有大食啊！即係我哋大件有抵食啊，因為其實面積我大咗，咁同埋亦都係專梯專戶啊！想喺大灣區買樓，信息太多太雜，驚買錯，手續又唔知點搞喎。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，陪住數萬個家庭，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。從買樓到驗樓，裝修入住，全程保駕護航。中居地產，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。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，開啟灣區新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肇慶買樓唔使周遊走，為我哋中居幫你手啊！咁啊，今日咧就嚟到咗華僑城希岸呢度，咁啊同大家去介紹翻呢一套單位。咁啊呢一個單位咧，亦都真正係響應翻啊二手樓仲平過一手樓，因為依家華僑城嘅一手樓咧已經全部都水漲船高咗、貴咗嚇。咁啊107方嘅單位都要去到咧。低樓層嘅5樓都要去到150萬左緊，咁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咧，就我哋嘅 D1 座189方嘅我哋嘅一個7樓嘅01單位啦，咁係望翻靚景嘅。咁啊呢一個價錢咧，其實咧就相當於咧係我哋買個107方再添多少少啊。咁啊其實呢個單位咧去到150幾萬度啦，就已經係可以進行一個上車噶啦。因為其實報價方面咧係報翻155萬嘅，咁啊仲有啲多嘅空間嚇，唔係好多噶啦。咁啊會同大家講翻呢一個情況。咁啊同步呢個單位咧係189平，咁啊我哋嘅一個超大戶型啦，同步呢一個配備一個大嘅騎樓，啱啱望到嘅，亦都真正係濕地公園嘅位置嚇。咁啊其實濕地公園咧亦都係好簡單講咧，就有啲客人咧就覺得會唔會話好多蚊啊各方面啦，咁啊會同大家講翻咧，因為其實整體嚟講咧，呢度有湖啦有山啦，咁啊自然咧蚊多少都會有嘅，咁但係咧市政亦都會做翻呢個滅蚊處理，但係咧呢一個春暖花開萬物復甦一面咧，我覺得咧唔係到處都會有啊，咁啊我覺得呢啲通過蚊網可以解決到嘅，我覺得問題都唔算好大。咁啊，同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雙露台。咁啊，唯一不足嘅地方咧，咁就係個廚房啦。咁啊，如果中意煮嘢食嘅人士咧，咁呢個係確實會要諗一諗，要睇點樣去操作翻嚇。咁啊，亦都有部分嘅街坊係將佢托翻出嚟呢一個位，將佢延伸拉過嚟。咁啊，相對嚟講呢一度咧就放棄咗少少啦嚇。咁啊就見仁見智，咁啊中意煮嘢食嘅朋友，我覺得呢個廚房係唔夠嘅。咁如果話係正常幾個人住嘅2到4個人住嘅呢個廚房咧，我覺得 OK 嘅。咁啊，大家亦都睇到呢一個我哋北面嘅情況。咁啊，同大家講翻啦，前面呢一個小學咧，亦除咗啱先嘅廚房細嘅猶豫點啊，咁呢個小學咧亦都好多街坊話：喂，會唔會好嘈㗎？亦都唔想話日日都仲好似喺翻緊學咁嘅感覺啊，退休噶嘛，要靜啲噶嘛。咁啊，但係咧同大家講翻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一個單位，我會同大家咧揀個佢落貨嘅時間，大家嚟到現場去感受下呢一個嘈雜嘅時長啊。因為其實我喺鋪頭聽咧 ，total 嚟講咧都係半個鐘頭左右嘅時間會比較嘈啲。咁啊，呢個係必然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嚟到現場聽，會更加直觀啲。咁啊，同步亦都同大家令到大家更加清楚翻嚇。咁啊，呢一個單位咧，仲有個好處嘅嚇。咁啊，彈晒啲唔好嘅啦，剩翻嘅都好嘅。咁啊，第一個好處咧，咁啊，我哋嘅出邊自己一部電梯啊。咁啊，落咧就全部梯都可以落嘅，但係上嚟咧一定要拍卡嘅。呢部電梯出邊係公梯咁啊。第二個好處，咁啊呢個係直廳嚟嘅喎，我想要橫廳喎，咁啊呢度可以做嘅。咁啊呢一埲牆一打咗之後咧，成個光線咧係 OK 嘅，
啊，咁啊雖然話7樓，但係亦都講緊155萬左右，咁啊亦都可以上車嘅單位，啊咁啊同步大家去知道翻嚇。咁啊當然啦，啊咁啊再嚟睇翻呢一個房間方面嚇，會更加直觀咁去睇到。嗱，再嚟到呢一個位置啊，呢一個位置大家亦都見到係一間細嘅套房。嗱，咁啊其實喺窗台見到亦都真係好靚嘅一面啊，大家亦都係知道可以見到嚇。咁啊，亦都係成個單位嚟講咧，其實現階段買呢啲單位真係仲平過買一手。咁所以其實呢啲單位嚟講嘅話咧，係真係值得大家去喺呢一個情景下去揀到啱自己心水嘅，因為始終嚟講嘅話咧，亦都係一個專享嘅一個身份象徵嚇，因為始終我哋嘅呢一個 D1 座，亦都係一個樓王單位。前面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嚇。主人房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咧正常嚟講係唔夠大嘅，因為咧實際上你都唔使用咁多房，後期可以再進行一個優化同埋改造嚇。咁啊，亦都係望翻一個舒服嘅一個景觀嚇，咁啊會更加直觀咁去睇到啦嚇。咁啊，其實亦都好多朋友咧中意將呢個床頭位調一調啊，因為其實依家嘅床頭位冇嘢睇㗎嚇，咁啊調翻過嚟，將個門口改一改嚇，或者將佢打通，咁樣望翻過去靚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亦都講緊，喂，求幾嘢可以有咁嘅 view 咁嘅環境。喂，當然啦，唔可以話同上面嗰啲例如我哋之前有一個186萬8嗰套比啦嚇。嗱，如果你中意高嘅，上面嗰套都仲喺度。咁啊，但係呢套150萬155萬150幾萬嘅單位，其實相對嚟講性價比好高㗎啦。咁啊裝修方面，大家可能亦都有少少憂慮啦。咁啊裝修方面嘅話咧，會同大家講翻就係話，咁啊其實硬裝嚟講嘅話咧，基本上喺呢一個市場裝到有翻緊上下用得過嘅，咁啊基本上你大家去計條數咧，都最低都要1500蚊一方，即係大家唔好話喂，市面有啲699全包工包料硬裝799嗰啲，喂開發商咁大規模裝分包俾人哋，總包再分包都唔得啦。咁啊，我哋單一戶裝呢個價肯定都唔得啊，因為無論你係揾邊間去裝，當然你話裝下不斷咁好似去髮型屋咁咧，喂總監幫你剪首席顧問幫你剪，喂呢隻髮水好咁樣，咁嗰啲咧做增項嘅咧，咁啊其實令到各位街坊或者作為自己作為屋主咧，亦都真係叫做好似啲甜醋排骨咁啊，甜酸苦辣樣樣有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其實咧，大家預翻1500蚊到1800蚊區間嘅硬裝，咁啊軟裝方面、家私方面豐儉由人，同樣一樣嘢有平有貴，咁啊視乎翻個材質，咁啊呢啲就比較難去同大家介紹啦。嗱，咁啊大致上咧就咁樣嘅，咁啊其實呢個單位相對嚟講性價比都高，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，樓上亦都仲有個17樓另一單位，亦都係同樣嘅方向。咁嗰個咧開價就係186萬8，咁亦都係之前從高價去自己業主去讓價，讓到依家其實都冇乜太大嘅空間。咁啊視乎翻中意高嘅定中意矮啲嘅，因為其實有啲朋友仔咧未必住慣太高嘅。咁啊，因為其實好直觀咁講，如果話好似我哋喺元朗住咁，之前都係喺朗屏嗰度住，咁個個都唔係話住好高嘅樓嘅，咁所以咧未必會中意太高，咁所以咧有高同矮俾大家去揀，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嗱，今期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個真正叫做二手樓仲平過一手樓，有大食即係我哋大件有抵食啊，因為其實面積我大咗，咁同埋亦都係專梯專戶咁啊相對嚟講一個叫做私隱性更加高。特別如果我哋有養寵物嘅話咧，更加方便。嗱，今期片介紹到呢度，有興趣朋友記得揾到我哋屏幕上方嘅電話，揾到我哋中基地產客服啦。我哋下期再會，拜拜。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，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翻唔到轉頭，
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。海量精選房源，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。即刻撥打熱線電話63658001，租盤放盤記得揾中居地產。